好，我係 Winni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相信咧好多人都聽過由 Polygon 建造嘅位於高過林 Bird Mountain 嘅 Townhouse 項目 Ridgewood。咁 Ridgewood 咧推出以嚟咧一直都好受歡迎嘅。咁我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下 Ridgewood 嘅姊妹項目 Beaumont。Beaumont 咧就係位於 Ridgewood 隔離，有3房至到4房嘅選擇。大部分嘅 floor plan 咧都同 Ridgewood 好相似嘅。咁 Beaumont 嘅所有單位咧都配備 heat pump 嘅冷暖氣系統、EV Rough-in 同埋咧會送3年嘅 Telus 家居智能系統，而且咧 Beaumont 嘅定價咧亦都係相當之吸引嘅。佢嘅價錢咧就係由89萬8起，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個全新3房、接近1400尺嘅單位。咁我而家咧就帶大家睇下呢個89萬8嘅單位係點樣嘅。呢個示範單位咧就係一個 A plan， 採用3層嘅設計。室內面積咧就有1387尺，一共有3間睡房同埋2個半洗手間。正門咧就係位於單位嘅底層，底層呢度咧仲有個 tandem garage。咁車房咧可以前後泊到2架車之餘咧，車房嘅後邊咧仲預留咗一啲額外嘅儲物空間。我覺得咧可以喺呢度安裝一個架擺放雜物嘅。呢度咧仲有一間房咧就擺放咗熱水缸同埋 furnace。所有車房咧都安裝咗 EV Rough-in 噶啦。我哋繼續上2樓睇下，咁樓梯位咧就有一個衣櫃。2樓咧就係主層，採用開放式嘅設計，前後通透，採光非常之好。廚房咧就係位於主層嘅中間，兩邊咧分別就係客廳同埋飯廳。呢個廚房咧就展示咗淺色嘅顏色，白色嘅櫥櫃配搭白色嘅台面同埋淺灰色嘅地板。咁呢隻顏色咧望落去咧就令到室內咧更加光猛嘅。廚房咧就配備咗 LG 電器，採用天然氣嘅煮食爐，好適合一啲中意明火煮食嘅家庭。廚房嘅中度咧尺寸亦都係非常之大，夠位擺到4張吧凳之餘咧，另一邊咧仲有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嚟到飯廳呢度啦，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個飯廳連接住花園。可以一邊食飯一邊望到出邊嘅綠色植物，而且咧花園已經預留咗天然氣嘅 barbecue 接駁口，夏天燒嘢食咧就非常之方便。客廳呢度嘅空間咧就十分之闊落，即使擺放咗一張大型梳化之後咧，仍然有充足嘅活動空間。大家亦都可以參考下發展商喺呢個位咧擺多一張細書台嘅，打造一個簡單嘅工作空間。主層咧仲有個客廁。參觀完主層啦，我哋上樓上睇下。3樓咧就有3間睡房、2個洗手間。主人房咧都幾闊落嘅，擺咗 king size 床同埋兩邊床頭櫃之後咧，仲有好多位走動。呢間房咧仲有2個大衣櫃同埋套廁。套廁咧就配備咗2個星盆同埋花灑淋浴。仲有個毛巾收納櫃。主人房嘅對面呢，就係另外嘅2間睡房。咁第一間睡房呢，就相對細啲，而家呢，就擺放咗一張單人床，不過呢，要再擺多一張書台呢，都冇問題嘅。呢間房呢，仲有一個步入式衣帽間。第2間房呢，就比第一間大啲，可以容納到雙人床。走廊呢度咧就有第2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對面咧就係洗衣乾衣機，所有單位咧都會跟 LG 嘅洗衣乾衣機。啱啱咧就睇完細嘅3房單位，而家咧就睇一個2000尺4房嘅單位。咁呢一個戶型咧價錢咧就係由130萬起嘅。呢個示範單位咧就係一個 E1 plan， 全屋同樣咧都係採用3層嘅設計。室內面積咧就有2046尺，一共有4間房同埋3個半洗手間。正門入嚟咧就係主層，玄關位呢度咧就採用雙高樓底嘅設計，同埋咧正門上邊咧亦都開咗隻窗嘅，咁樣可以令到多啲自然光咧入到屋。喺門口嘅右邊咧就有個入門衣櫃，衣櫃隔籬咧就係車房啦。呢個車房咧可以並排咁樣泊到2架車。咁車房嘅 epoxy 地面咧收樓嘅時候咧就唔包括嘅。走廊位呢度咧就有個 powder room。
再行入啲呢，就係開放式嘅客廳、飯廳同埋廚房。咁呢度成個空間嘅佈局呢就好方正，同埋呢每一個區域呢都好分明。客廳呢度呢就夠位擺到一張大嘅梳化。咁示範單位入邊嘅 fireplace 同埋牆上邊嘅組合櫃呢就係裝飾嚟嘅，收樓嘅時候呢就冇呢啲裝飾嘅。主層嘅樓底呢就有9尺高，同埋呢全層都係鋪 laminate 嘅地板，打理起上嚟呢亦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廚房就係採用 L 型嘅設計，兩邊都有櫥櫃，而且呢櫥櫃呢係做到上頂嘅，大家唔使擔心儲物不足嘅問題。廚房嘅電器呢同頭先嘅示範單位呢都係一樣噶啦。咁呢個廚房嘅中度呢，就擺放咗微波爐、洗碗機同埋有額外嘅儲物空間。飯廳而家呢，就擺放咗一張6人嘅長餐台，但係呢，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走動嘅。呢個示範單位嘅飯廳呢，就連接住花園，不過淨係得4個單位呢先有呢個間隔嘅，其他 E-plan 嘅廚房外邊呢，就係露台嚟嘅，而 basement 呢，就可以直接出到花園。咁所有露台呢，亦都配備咗 barbecue 嘅天然氣接駁口噶啦。參觀完主層啦，我哋上樓上睇下。樓梯同埋樓上嘅地面呢，就係鋪地氈嘅。樓上呢，就一共有3間睡房。第一間睡房呢，都唔算細，有足夠嘅空間呢，擺放到一張單人床同埋書台。第二間睡房呢，就可以容納到雙人床同埋兩邊床頭櫃。主人房呢，就 fit 到 king size 床同埋兩邊床頭櫃，而且呢，仲有好多位剩。咁主人房呢度呢，仲有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同埋套廁。咁呢個套廁呢，就係明廁嚟嘅，同時呢，配備咗2個星盤同埋花灑淋浴。呢一層呢，仲有一個洗衣房。咁洗衣房入邊嘅洗衣乾衣機、台面、星盤同埋櫃呢，都係收樓標準嚟噶啦。走廊位呢度呢，仲有第2個洗手間。咁洗手間出邊呢，仲有個可以擺毛巾嘅收納櫃。而家呢，我哋嚟到 basement 啦。咁 basement 嘅樓梯位呢，就有個衣櫃。basement 嘅地面呢，就係鋪 laminate 地板嘅。咁樓下呢，就有一個好大嘅家庭廳。而家嘅呢個示範單位嘅 basement 呢，有一部分呢，就係 underground 嘅。不過大部分 E-plan 嘅 basement 呢，都係 walk out basement 嚟嘅，可以直接出到花園，咁樣呢，自然光呢就更加充足啦。呢一層呢，仲有一間睡房，同埋呢一個附帶淋浴嘅洗手間。咁我覺得呢個戶型呢，都幾適合屋企人口比較多，又或者3代同堂居住嘅。除咗頭先參觀嘅2個示範單位之外呢，Beaumont呢仲有一個 A1 plan。咁呢個間隔呢，同示範單位嘅 A plan 呢就好相似嘅，只不過呢係樓上嘅睡房呢就前後調轉咗。咁 A1 呢就會比 A 呢貴2至3萬嘅。B1 就係一個 corner 單位，會比 A 呢貴6至8萬。如果中意3邊採光，同埋廚房係一邊，飯廳同埋客廳歸一啲嘅話呢，可以考慮下呢個間隔。咁呢個 C plan 呢，基本上同 Ridgewood 嘅 A plan 呢係一樣嘅，係一個3房加書房2個半廁嘅間隔，價錢呢大概就係110萬。D 呢就係一個 corner 單位，價錢呢大概就係120萬。E plan 呢就係同頭先嘅4房示範單位類似嘅，價錢呢大概就係130萬。F 呢就係 corner 單位，價錢呢大概就係140萬。Beaumont 嘅地址呢就係3630 Harper Road， 位於 Harper 夾 Lofting Street。喺呢度揸車2分鐘呢就可以去到將來嘅 Bird Mountain 社區中心。咁同樣揸車2分鐘呢就可以去到 Coast Salish 小學，揸車5分鐘呢就可以去到全新嘅 Bird Mountain 中學。咁呢一間中學呢，預計會喺2027年嘅時候啟用。10零分鐘嘅車程呢就可以去到高桂林購物中心、Port Coquitlam 嘅 Costco、Walmart、Canadian Tire 等等。Beaumont 呢就有101個 townhouse 單位，咁成個項目呢都係依山而起嘅，所以呢有某啲單位呢都會望到好開揚嘅山景。項目呢會分開4期，呢度呢就係第1期。咁首先呢就會推出呢20個單位，咁呢一排 A 同 B 嘅單位呢將會喺今年嘅9月收樓。
E 同 F 咧將會喺今年嘅10月收樓，咁呢啲 C 同 D 嘅單位咧就會喺明年嘅1月收樓。Beaumont咧就會有2種顏色選擇，分別係 Snow 同埋 Stone。咁我覺得咧呢2隻顏色咧分別唔大，望落去咧都係好柔和同埋好舒服嘅顏色。訂金咧就係5%，簽約嘅時候俾1萬蚊，7日內咧增加至5%。管理費咧就係2毫1至1尺嘅。Beaumont 呢個項目咧已經開始咗預覽㗎啦，同埋咧會喺今個禮拜六7月18號咧開始發售，所有單位咧都係先到先得嘅。咁如果你對 Beaumont 有興趣，又或者想要多啲資料嘅話咧，歡迎隨時揾我。今次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